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9天，4月7日，題目：福音的心意。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，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。按肉體說，是從大衛後裔生的；按聖善的靈說，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。羅馬書1章第2至4節，保羅喺羅馬書開篇闡述福音嘅涵義。按我嘅理解，呢個係聖經中最直接、最全面嘅詮釋。福音呢個詞原意係好消息，好似生活中令人喜悅嘅消息，既帶來喜樂，亦充滿驚喜。若問基督徒，福音係咩嘢？好多人會回答：耶穌為我哋嘅罪死了，使我哋得着永生。呢個講法無疑準確，但羅馬書1章3至4節為福音嘅定義，提供咗更多層次。我嘗試按着原文直譯如下：這福音是關於他的兒子，他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而來的，他按聖善的靈說，藉着大能從死人中復活，被確立為神的兒子。呢個同我哋熟悉嘅信耶穌得永生並冇衝突，但帶嚟更深嘅視覺。福音唔單單關乎個人得救，還宣告咗耶穌基督嘅主權同國度嘅來臨。喺耶穌時代，好消息常指關於皇室嘅重要信息，例如王子誕生或新王登基。想象古代嘅使者穿越城鎮，喺各地廣場上大聲宣告大好嘅消息：新王登位了。呢種氣氛無疑引人振奮。耶穌嘅福音亦有類似嘅意涵。佢喺宣講中話：日期滿了，神的國近了，你們當悔改，信福音。馬可福音1章15節，從中我哋睇到福音關乎神嘅國度。耶穌作為大衛嘅後裔，暗示佢要登上王座，掌管呢個永恆嘅國度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羅馬書對福音嘅闡述，同我哋熟悉嘅信耶穌得永生有何異同？我哋有冇忽略咗福音中神國嘅國度呢？第二，若耶穌係神國嘅君王，佢喺邊度實踐佢嘅統治呢？佢嘅領土又喺邊度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你嘅福音遠超我所能理解，既充滿盼望，又帶來挑戰。求你啟迪我嘅智慧，讓我睇見福音嘅全貌，領受你嘅國度真理，並以此塑造我嘅生命，使之合乎你嘅心意。阿門。